噼里啪啦，冲冲跳跳又来了！天也是要节目当中，会安排嘅当多精彩内容呢。看到小朋友企喺舞台上，一摆又一摆经典，吓认真哦！无论係先生又係家長，不時都喺台下伴大家鼓勵。接下來啊，我就叫下嚟欣賞小朋友帶來嘅精彩演出。第一組愛上場嘅係阿倫谷我帶來嘅獨唱表演，佢愛演唱好聽嘅歌曲《紅茶》，我就叫下嚟欣賞哦。条马行天在硬牙，白龙把灯太灯扎，东昂出莲花，西脚咔咔咔讲下，远远看到秋长马，前边慢慢放彩歌。又情又百歡生家，遠遠看來一條馬，行天在硬牙。白龍把燈太燈扎，東昂出蓮花，西又咔咔咔講下，遠遠看到秋長馬，前邊慢慢放彩歌，又剪又拍歡生家。西腳咔咔咔講下，遠遠看到秋長馬，前邊慢慢放彩歌，又情又拍歡生家。第二組愛上場嘅係阿遠遠，佢帶來半夜班嘅舞蹈表演。接下來，我就叫下嚟看啦，佢帶來嘅舞蹈。
干家你案子谁？那刘荣昌老师这一次创作的专辑就是针对小朋友，然后可以学习母语。这次就很荣幸可以演唱刘荣昌老师这一首歌。那这首歌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家庭感恩的心。对，那它的歌词就是，它是分2部分，然后前面一部分是由小朋友演唱，感谢爸爸妈妈的心，然后后面一部分是由妈妈所演唱，对，然后就是表现出很疼爱孩子，然后也谢谢孩子来到他身边，就是感觉非常温馨的一首歌。尤其这首歌我们设定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小爸爸小妈妈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手牵手啊，然后对看的动作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害羞，然后有时候都会笑出来，然后一直说不要跟他牵手，不要跟他结婚，对不对？妈妈都一起说不要跟他结婚。就这部分看了就是觉得孩子天真的一面真的很可爱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只会听客语，可是并不会说客语，然后所以说发音这方面呢，都是由廖老师他亲自指导。那老师都会仔细的听他们的发音，那如果哪边发音的不对的话，就是请他们加强练习，这样。那其实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的部分就是说，它虽然很简单很好唱，可是它的含义很深。那好唱的部分呢，对小朋友来说就很比较容易表达。对，那客语的部分的话，他们也都能够朗朗上口这样。这一首歌教我要感谢妈妈，妈妈很辛苦，所以我每天都帮她捶背。这首歌要告诉我要爱家。像嘉诚他虽然是爱玩的年纪，可是他有时候也是一些贴心的举动，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像最近我觉得比较累的时候，他看到我疲惫的样子，他都会过来说：“妈咪，我帮你按摩，我帮你捏一捏，我帮你捶背。”然后这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窝心。其实我第一次听这一首歌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快哭了，眼眶含泪这样子，因为那时候是我陪着他练习的，然后我是唱妈妈的部分，然后他是唱小朋友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听一听，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首歌。我想应该所有天下父母心都能理解这种心情。用歌词来让小朋友讲，第一爱感恩係件當重要嘅事情咯。接下來，我就叫下來看啦，也都帶來嘅舞蹈表演。谢谢你给我一个家，谢谢你让我更坚强，谢谢你来到我的身旁，谢谢你我的孩